做设计最看重两件事：观察和想象。你也在不断的接收信息，也是通过你接收到的信息产生。在你想象当中，就会自然的形成一种设计理念在里头。通过声音，通过画面融合在一起，给人感受的东西。想象的东西啊，天天在想，天天在街上在看。我觉得自然的东西其实很多也是很理性的一个东西，就是说一片叶子它的那个叶脉的一个生长，它为什么会长成这样，它背后是有一个很严密的逻辑，就是一个世间万物运作的一个规律吧。很难用语言来具体描述它的，感觉完全想象不到，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表述一件事情。我用了不同的灯具构成了一个交响乐团。你看一台戏下来，应该是一首无声的音乐。就理论上它没有什么上限，对你能力的一个限制，就是没有它软件的一个限制。当我们把好的设计再次创作，赋予它新的生命的时候，就会给观众带来很多新的惊喜。